超店咧都比較難揾到。咦？呢個係香港製造嘅喎。以上嘅物品咧 ，total 就買咗。最後兩樣嘢咧就係2箱嘅，順便開箱埋 Amazon Prim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拍個開箱片，就係華南行嘅開箱。今次咧係第一次網購中超，主要咧就買咗中式、日式嘅食品，每一件咧都係精心挑選，隔個界先至買嘅。想知道買咗啲咩呢？買咗幾多錢就記得睇落去啦。開始之前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好，首先咧就介紹日式嘅食物先。買咗2款嘅腐皮壽司，喺中超都比較難揾到壽司腐皮。咁見到華南行有咧，就買咗2 pack，遲下就攞嚟整壽司。呢一包咧係中國製造嘅，而另一包咧係日本製造。另一個咧攞嚟整壽司嘅食物咧，就係壽司嘅紫菜。呢個咁多咗一包，所以買咗2 pack。呢個就係另一個款啦。個包裝咧望過咧都幾大包，同埋都唔算貴，所以就攞嚟包壽司。韓文嚟嘅，全部都係南韓製造。都係南韓製造㗎。好，下一 pack 咧就係煎魚粉，日本嘅煎魚粉，入面咧有8包，每包5 gram。另一個咧就係大地魚粉，真滋味嘅大地魚粉，其實喺中超店咧都比較難揾到。咦？呢個係香港製造嘅喎。呢兩個咧就主要攞嚟整燒賣、魚蛋嘅時候調味啦，或者係煮湯麵嘅時候咧做一個湯底。好，介紹完日式嘅食品之後咧，主要講翻我哋另一啲買咗中式嘅食物。咁第一個咧就係洛神花。呢一包咧，我諗住攞嚟沖茶飲，我覺得洛神花酸酸地都幾好味。跟住呢個茶葉，Lipton 嘅茶葉，皇冠裝500 gram 係勁大盒。因為翻到嚟英國咧，就係咁研究沖奶茶嘅配方。有人咧介紹係用呢一個咧會沖到好味嘅奶茶啦，所以就想買嚟試下。呢款都揾咗好耐，但係揾唔到，所以要喺華南行度買。邊度製造？斯里蘭卡。斯里蘭卡製造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係3包嘅米粉、米線。平時去開中超、西超咧，好容易揾到米粉啊、排粉、河粉，但係就係揾極都揾唔到米線。第一包咧就係龍記爽滑湯米粉。咁我上網見咧，有人介紹用龍記呢一包咧係可以整淡仔米線。呢包米粉係越南製造。第2包係越南順化米線啊。呢包咧都係越南製造嘅。最後一包就係
江西米粉，官網咧有寫話係廣東米線。就喺柬埔寨製造。主要咧係想買龍記嗰款嘅。咁我見另外2包咧都有寫話係有米線啦，咁我想買嚟試埋啦。最後2樣嘢咧就係2箱嘅媽媽牌泰式湯麵肉碎味。一 pack 有5個，每箱咧有幾多包？6包，total 30包。呢個你估下幾錢599咩？係咁平嘅原因，主要因為佢就嚟到期 ，Best Before 係5月31號。好，今日嘅開箱片就完啦好。似仲有嘢㗎。冇啦。有你攞嗰個大紙盒出嚟。啊係，仲有一個係啊，呢個係送嘅日本年輪蛋糕牛奶味，因為佢過咗期，Best Before 係4月15號，所以今日陣間食咗佢。咁佢送貨咧，其實都好快。我係4月14號夜晚落單，然後4月16號咧中午就收到晒貨啦。咁只要你買超過50磅咧，咁佢就會包免費嘅送貨。大部分嘅英國地區咧都包噶啦。順便開箱埋 Amazon Prime。都唔係派爹嚟。係啊，我哋唔係 Prime Day 買，不過咁啱夾咗，有嘢就買咯。好，睇先。水樽有啊，呢個嚟嘅。第一個係沖 protein drink 嘅膠樽，6磅2個好似。入面有個 shake 波㗎600 ml。一人一個。跟住係工具嚟㗎，呢個咧都幾大個嘅。呢個係啲夾嚟嘅，就係整啲木製品嗰陣時就可以定住隻角，咁就固定到係直角咯。算唔算係家庭嚟嘅工具？工具啊，唔係淨係家庭。呢度4個。跟住呢個好重要啊！筆芯換呢個墨水筆嘅筆芯，好似5磅，你哋知啊？2、4、6、8、10係5磅10支，咁就可以將支舊嘅墨水筆換咗支芯。通常你用呢啲墨水筆芯嘅筆，佢都係好貴。你用完支筆你又唔會抌，咁你用呢啲你就可以 keep 住。跟住呢個係我都唔知係咩嚟嘅，開下先。咁大個，哇唔得喎呢個，呢個要退喎。呢個係護膝嚟嘅，係想做嘢嗰陣。掃 pad 個 knee。係啊。即係好似 knee pad 咁。係呢個係 knee pad 嚟，咁大個。呢個想退貨喎，唔得呢個唔得。呢個係俾啲運動員嗰啲嚟。係咯，似係。試下先。Amazon Choice 嘅應該就係最多本地人買。其實又 OK 幾舒服。咁你做嘢嗰陣時就可以咁樣踎住。佢個 protection 會包得好啲咯。係幾舒服嘅。咁使唔使退貨呢？都可以唔使嘅。今日最後一個嘅開箱啦，好，可以開箱啦。
呢個係孖人牌嘅28cm。Made in Italy，係不鏽鋼係咪？唔係不鏽鋼，呢個應該係都係啲鑄鐵嚟嘅，上面有層油，要抹完佢，跟住再用啲油去開下鑊，咁啱有塊豬皮，部機就開鑊，抹完清潔完，跟住就燒佢，然後就加啲油落去。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鍾意嘅話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